你睇到呢節嘅時間，香港時間晚上，英國時間咧就下晝。OK， 咁應該稍後都仲有一節講英國嘅，應該因為依家個世界咁混亂，就肯定啲嘢就排住到，一日4節就唔係好夠。OK， 我唔係話好發錢行去做，因為你知廣告唔夠，你知。咁但係就呢個都係一個責任嚟嘅。會員版較早前做咗啦，年費60英鎊或者59歐啊，59歐啊，亦都可以用 QR code 請我飲咖啡啊。因為我都話嘅廣告就一定係唔夠嘅，一定係唔使講。OK， 咁就閒話休題啦。尋日阿侵咧就讀國情咨文。國情咨文嘅內容咧就其實即係我嘅 State of Union， 一般係第2個任期先至叫呢個名。如果唔係，所以啱啱你宣誓就任嗰時係叫做咧兩會特別聯席會議嘅，一般係咁樣，即跟住就邀請阿侵出席。但係今次咧就係國情咨文啦，真係國情咨文叫。咁今次國情咨文咧，咁就好多時你知Donald Trump國情咨文就唔係好係講到一啲佢嘅政策方向嘅，好多時都係變咗係一啲即係點係咁 sell 佢啲業績有幾勁嘅，因為佢係業績公佈大會嚟嘅，即係呢啲好做好細嘅做法啊。所以今年國情咨文大家嘅留意重點就唔係阿侵講嗰啲乜嘅，因為嗰啲已經變咗係炒冷飯，即係你覺得佢做到就做到啦，你覺得佢做唔到就做唔到啦，係咪先？咁但係咧，今次國情咨文咧，就反而大家嘅留意咧，反而係啲來賓，即係譬如請有份參與委內瑞拉解放行動嘅軍人上嚟 ，OK， 咁其中一個就即席頒授嗰個國會榮譽勳章，即係。喺軍事嚟講，最高榮譽就係國會榮譽勳章。即刻頒，咁當然國會係同意㗎，當然係唔同意都唔會，即係當然佢如果你都唔會咁樣做，係咪先？你挑機嘛，係咪？咁但係另一個實得喺即係睇外交或者睇美國政局嘅人，喺睇香港政局嘅人留意，香港傳媒就唔肯講。我都估到㗎，跟住有啲譬如你話咩啲埋一嚿嗰啲忘恩負義嗰啲人唔使講啊，我都再講多次啊，我就呼籲大家就淨係unsubscribe現時即係D100本嘅嗰堆 channel，OK， 包括吳志森同李偉兩個 ，OK， 佢哋兩個係你每睇一次都係會代錢落鄭經翰個袋度嘅，呢個係非常之無謂嘅呢件事。咁呢個國情咨文呢件事來賓今次其中來賓咧，因為你唔係人人都可以請 ，OK， 佢一就呢個就係以 Mike Johnson 嘅來賓身份出現嘅，即係眾議院議長 Mike Johnson。咁但係 Mike Johnson 亦都係反映阿侵意志噶，因為你知 Mike Johnson 點解會上到位噶，你都明噶。黎智英個女，佢就你當然就係佢喺度，佢出現即係點樣出現，咁當然係會介紹嘅。所以就唔係話啲人突然間發現佢嘅就知咁樣，唔係係特別介紹咁樣，即係你睇到呢個係美國對黎智英安嘅立場。即係好清楚㗎，美國對，即係我亦都覺得就係有條友就應該，其實應該美國同英國都應該去制裁佢㗎，係時候。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嘅副主席，其中一位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呢個人都唔知要制裁咁簡單嘅，應該當佢罪犯咁啊，差唔多。咁但係你由 Mike Johnson 邀請阿黎采呢件事，你就見到呢個係侵意志，而且你試下即係聽阿梁振英咁講，真係拉阿黎采去試下香港政府，你試下咯。雖然我覺得黎采未必會翻香港㗎，再你試下咁做咯。Come on，
我諗之後嘅國際後果仲嚴重啊！你知國際唔接受連坐法呢樣嘢，俄羅斯都唔敢做連坐啊！我聽你香港夠膽跟中國做呢樣嘢，我話你聽我可以 100% guarantee 香港之後俾人制裁得好慘。但係呢個就肯定係侵意志噶，同埋都有啲嘢會令到英國政府好尷尬。點解我話令到英國政府好尷尬嘅？你睇下呢張通訊社相啊，尼采出席嗰時手頭上攞住啲咩嘢？咁啊，尼采即係點啊？即係喺個觀眾席嗰度即係介紹啦，被介紹啦。OK， 跟住你見到佢手上嗰本嘢，我諗對大部分喺香港嘅人嚟講都冇人唔知呢本嘢係咩嘢㗎。呢本係尼采手上嘅係一本英國公民護照。OK， 仲係未脫歐之前本英國公民護照，因為係4行字嘅個國名。因為咧 BN 都係3行字㗎嘛，或者脫歐之後嘅英國公民護照係3行字㗎嘛，但係脫歐之前嘅英國公民護照上面係4行字㗎嘛，就係 European Union 跟住就係英國個國名啊嘛。當尼采喺美國國會攞住本英國公民護照即係上嚟嗰個時候，我覺得而家係施紀賢仲係唔做嘢嘅黎智英或者喺香港嘅問題上咧。咁你真係英國真係廢㗎，真係你就係變加拿大咁嘅款㗎。即係美國人做嘢咧，要落你面真係好容易㗎，話俾你聽。即係我諗英國人成日話自己好明白美國，哇！你都幾明白美國啊？我懷疑德國人仲明白美國多一啲。愛爾蘭人就唔使講，愛爾蘭人肯定明白美國，因為好多人都係薯仔大饑荒嗰時過咗去美國。嗰啲人嘅後代，你話 Joe Biden 咪係咯？我係德國都冇嘅，因為呢啲咁嘅串嘴嘢咧，呢啲咁直來直往一下兜巴星飛過去嗰啲嘢咧，呢個就好得過嗰啲火車嗰啲嘢，OK？ 即係德國人可能仲明多啲。尼采攞住本英國公民護照喺個台上面出現嗰時。你英國政府係咁清楚嘅黎智英案嘅，係唔係真係點啊？諗住唔理啊，即係諗住因為咗討好中國，唔理黎智英，唔理香港人。我話聽你一定會有嘢唔妥啊！咁但係你話呢一次咁樣，即係你 Michael Johnson 咁樣請阿尼采上嚟，咁你唔使講啊！美國朝野參眾兩院民主共和兩黨以至Donald Trump嘅共識都好清楚，就係黎智英係要救嘅，唔使講呢個全美共識啊，全美朝野共識啊，你習近平係冇得玩分化，冇得超越嘅，呢件事好清楚，美國人就動咗喺度啊，英國人真係削啊今次。即係有個梁振英隻狗就話英國護照冇用嘅，咁我就會同嗰條友講嘅，姓潘嗰條垃圾連真名我費事講。你咁有種嘅就填咗個退出英國國籍嘅表，跟住係點啊？將批准嗰份嘢貼上網，唔好講咁多，唔好話冇用，但係自己就繼續 keep 住本有效英國護照。我最憎呢啲人嘅。10個我聽啊，由周融到葉建豪呢啲咁嘅人，冇一個夠膽 show 一張有效嘅退出英國公民身份嘅證明文件俾我。我最憎呢咁嘅垃圾。咁但係你話嗱，依家你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好清楚啊立場，都唔使咩決議案啊，直情擺明車馬地點去做俾你睇啦。你知呢啲勁過決議案啊！呢啲講真，呢有畫面噶嘛？呢啲決議案你冇法理效力噶嘛？冇畫面噶嘛？呢個有畫面噶嘛？好啊！依家黎智英，依家你可以反映到一樣嘢係Donald Trump訪問中國，見習近平一定會傾黎智英問題，唔使講，你習近平唔使俾啊！呢個問題Donald Trump 唔想講啊，後面國會都逼Donald Trump 講啊，更何況Mike Johnson 係Donald Trump 嘅人。OK， 佢冇問過Donald Trump，佢夠膽做，我唔信咯。
好先？你話參議院就 J.D. Vance，OK，J.D. Vance 就擺明阿侵啲人就唔使講，眾議院 Mike Johnson 都係阿侵啲人嚟㗎。依家就係阿侵嘅頭馬，佢擺明車馬俾個態度你，就係你放唔放人？呢件事好簡單，而且佢係攞晒國會民意，攞晒民意嘅。我哋眾議院嗰個民意係稍微即係美國嘅兩院制就冇英國嘅兩院制嘅上下，即係所謂即係貴族同呢個平民院，即係上下議院嗰個權力嗰個差距咁大嘅，即係上議院冇權，反而下議院就權大嗰啲冇嘅。兩者就有啲係就有少少分別，但係眾議院一般係比較視為係代表美國普遍民眾，因為佢嘅選出方式問題，因為佢係單議席單票制嘅選出嚟嘅，OK，即係用人口嚟劃分嘅，就唔同參議院係每州各派兩名代表 ，OK， 兩名代表，即係雖然就跟住就係多議席單票制咁樣，或者或者按佢個別州份，有啲州份有唔同，有唔同州份有唔同嘅做法 ，OK， 阿拉斯加嘅做法又比較特別嘅。就視乎佢嘅州憲而定，因為佢係作為每個州嘅代表，所以每州一定我唔理人口幾多，地方幾大，都係兩飛。但係亦都係咁樣，所以 budget 有關嘅問題咧，就個權力不喺參議院度嘅。budget 有關嘅問題，任何法律涉及 budget 嗰啲嘅個權力咧，個主要權力個位咧，都喺眾議院嗰度係有原因嘅。OK。咁但係你用眾議院去同俾咁嘅態度，咁你都知道咩事啦嚇。你呢個咧有一樣嘢黎智英案嘅意義，有一樣嘢我要中國人係冇明搞清楚，黎智英個哲學係點樣嚟嘅？黎智英佢嗰個對自由經濟嗰個睇法係嚟自海耶克，OK，往無逆之路嗰本書噶嘛。呢個係好多美國嘅保守派，即係所謂保守派，其實佢哋唔保守嘅。美國嗰啲保守派陣營，佢叫 Libertarian 陣營裏邊或者保守派陣營裏邊嘅嗰個哲學嗰個 cornerstone 嚟㗎。所以對美國人嚟講，佢一定係會要保護黎智英㗎。係嗰個係代表佢哋嘅哲學嘅，佢哋嘅人嚟㗎嘛。阿 Jimmy 係佢哋嘅人嚟㗎 ，suppose 英國好少對海耶克係英國教過 ，OK， 海耶克本來係嚟自奧地利嘅 ，OK， 係奧國學派嘅 ，OK， 佢係維也納人嚟嘅。如果你去過維也納，你就會覺得佢有啲嘢好似香港嘅，都唔出奇嘅，因為德語系裏邊咧主張德國 ，OK， 德意志，即係我唔計NRW 地區啊。多數係傾向管制嘅，佢哋嗰個咁嘅方式都係嘅。但係奧地嘅，如果係維也納嗰邊嗰啲，佢哋係比較另一種諗法嘅。維也納包括香港嘅自由經濟嘅哲學基礎嗰個，唔係嚟自美國，係嚟自奧地嚟㗎。係應該講，我再講咗嗰啲係嚟自維也納嘅。OK， 即係譬如Karl Popper 又係嚟自維也納咯。你維也納有間學校叫 Sir Karl Popper Primary School， 就係即係嗰啲乜叫 Sir 嘅，就係因為 Karl Popper 後來係獲英國封爵噶嘛，封為爵士噶嘛，都係紀念佢嘅。佢都係維也納人嚟嘅，就係當年納粹嗰時走出嚟嗰班，即係其實好多嗰啲猶太精英走咗去英國噶嘛。海耶克嗰套哲學咧喺英國咧就冇得到扎根嘅。雖然佢好多係英國寫嘅 ，OK， 佢喺倫敦寫，反而喺美國扎根，同埋而家喺香港呢個前英國殖民地扎根。OK， 所以佢而呢個海耶克嘅哲學係保守派美國保守派嘅重要嘅基礎嚟嘅，所以佢一定要救黎智英嘅。因為你中國人就唔明啫，你知唔知？你依家唔係純粹係扣黎智英咁簡單，你唔止係純粹係你係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咁簡單，你係挑戰緊成個美國保守陣營嘅政治信仰。呢樣嘢老實講，美國人實同你硬撐到底，唔使講。Mike Johnson 其實就擺明呢套態度啊嘛。
你美國唔係得左膠嘅，記住，你記住美國唔係得左膠㗎，美國係有呢種嘢㗎。佢大佬，你依家你係黎智英係作為一個實踐可耶克哲學嘅一個人，捍衛香港固有嘅嗰個自由經濟，因為香港自由經濟係最接近可耶克陣營嗰一套嘅，OK？而且佢又夠包容，係咪先？你俾咗其他保守派就點啊？就同你嗰啲左膠硬冚。但係你諗下《蘋果日報》對唔同派唔同意見嘅有幾有比嘅包容啊？你黃毓民嗰啲仲好啊？黎智英點啊？打壓本土派乜乜乜？喂！如果真係打壓本土，黃世澤唔會喺《蘋果日報》寫。我1997年之前已經係講得好清楚，我係港獨派嚟㗎，本來。我係後來至變歸英派嘅，因為你知即係有啲你見過嗰啲所謂本土嘅人，你都覺得你不如歸咗英先啊！即係我呢啲係後殖嗰啲嘅產物。OK， 黎智英唔包容，我係一個個人例子嚟㗎。我諗有啲嘢講，有啲嘢你黃毓民自己衰格，你自己衰仔係你自己嘅事。一個黃毓民，一個鄭經翰，兩個吃海排我嘅兩個食碗面反碗底。黃毓民嗰隻食碗面反碗底都唔知佢對住黎智英㗎，佢對住台灣人都係嘅。你喺黨國教育之下資助去台灣讀書嘅，你仲好意思喺度鬧民進黨？喂，你以前你係根本就係國民黨嗰啲獨裁年代國民黨嘅同路人啊！即係台灣冇爭你㗎，黃生，你爭台灣嘅，你記住呢樣嘢。即係所以你話黃毓民唔係民主鬥士，我絕對有呢個理由㗎。我講呢句嘢我唔係冇理由㗎。佢收咩人錢讀書啊？你諗清楚。OK， 就大家諗清楚佢係乜嘢背景走出嚟嘅。你諗下，你對一個美國人，對美國嚟講，佢。所以你習近平你堅持拉佢，你堅持要佢坐穿臥底，你試下咯。美國嘅保守派真係同你點啊？就同你企到硬啊！話聽，對中國問題而家啲企到硬一硬啊！你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你挑戰美國保守派嘅信仰。呢個美國保守派嘅信仰嘅核心唔一定係基督教噶，唔好搞錯，唔好啲人話一定係嘅基督嘅美國。嘅自由保守派嘅自由派，保守派最大嘅公約數係可耶克嗰一套。你唔一定你可以係，我唔理你性傾向，我唔理你支唔支持墮胎反對墮胎，我唔理咩，但係嗰個最大公約數就係可耶克嗰套。呢樣嘢我想講清楚。OK， 我都覺得如果有時間咧。係好值得睇㗎，《網絡亦都要》呢本書，你就會對好多政府管制嘅嘢好 hesitate 嘅。你記住，公務員唔係萬人，政府官員、民選官員都唔係萬人㗎。有啲嘢係好混沌嘅嘢，就唔好自己嚟嘅，唔好以為你可以控制到啲權力大，點話就學問大就點可以處理到啲好混沌嘅嘢，係唔得㗎。即係有啲人問我，你問我啊？政府可以唔管啊，就唔好管，唔好管咁多，管到咁多做乜？你又唔係識，又唔係上帝，係咪先？佢話有 AI 都可以啫，唔好意思 ，AI 都唔會取代市場，最後 AI 有個 limitation，AI 係解放咗人類嘅能力 ，OK， 但係 AI 唔會令你變上帝嘅，你唔好搞錯，唔好搞錯。有啲人真係以為啫有 AI 就可以做上帝，黐線嘅都係。但係好快有呢啲咁嘅癲人，跟住就搞出啲新共產主義嗰啲咁嘅癲嘢出嚟嘅，你睇住嘅。嗱，依家阿習近平可以點啊？習近平咧，佢依家得兩條路嘅，一係就硬撐到底，死都唔放；一係咧就4月嗰陣時咧諗辦法保外就醫。嗱，因為咧，你見到阿黎彩攞住本英國護照嗰個舉動，佢英國政府一定受壓力㗎。
喂，英國政壇啲人睇到嗰張相，大佬有啲知道舐咗嘢㗎，大佬真係舐嘢，哇！唔係咁話，我諗你都唔會無啦啦出街攞住本，即係點啊？係，即係出街攞住本護照就好 common 嘅。老實講，即係我都好多年啦，我出街即係日日出街都帶護照，好似帶身份證咁，我都好多年。即係自我由即係你咁啊離開香港去德國到依家，我都係咁樣。但係你唔會喎。神時冇時無啦啦，我住本護照，你話出席點解嗰時，即係你話拍掌嗰時，我住本護照 show 出嚟啊，唔會噶嘛，正常。呢個係一個政治姿態嚟噶嘛，呢個或者佢英國政府係施紀賢係冇辦法同你遠落去噶，好難噶，唔得噶 ，OK， 唔可能嘅呢件事。所以你問最後會點？你一係就4月保外就醫，習近平，即係盡個稅，即係香港政府係點安排你嘅事。OK， 即係你自己同，即係你點樣？你可能係譬如解英國國籍法嗰時，可能即係特殊 case 咁啊，即係點啊？當一般英國公民送去英國服刑啊嗰啲咁嘅嘢，然後就點啊變相放人？你可以咁嘅，但係我估就鄧炳強啊、李家超嗰啲人就好抗拒嘅。或者香港一眾土共或者梁振英都好抗拒，因為梁振英呢個心理變態噶嘛，我都話噶，如果你冇嘢噶，如果你中國唔即係唔肯保外就醫黎智英嘅話，我就建議一樣嘢嘅，有啲好中意對付黎智英嗰啲友仔咧，可以先行處理嘅，嗰啲嘅個別嘅公司啊、集團啊、個人啊，可以先行處理嘅啫。點解大家都玩嘅呢個世界嘅，你即係制裁埋佢哋啊，嗰啲公司啊。咁呢啲嘢我唔使講，畫公仔畫出腸啦，係嘛？個人啊嗰啲，總之係同佢鬥玩，係咪先？玩到盡，唔使客氣。如果4月嗰時你俾當侵帶黎智英離開香港咧，我覺得會好啲嘅。中美關係或者會緩和啲，美國嘅保守陣營對中國嘅敵意或者會稍稍減弱，係少都係實啲咁多嘅，我覺得啲咁多嘅，咁但係係好過冇嘅。但係如果你乜嘢都唔做，係堅持咁樣運到底啊，我就覺得就唔好意思啦，我就覺得就應該好大機會嘅，就由頭玩到落腳嘅，玩到落腳就。嗰啲國會就係咁推啲立法咧，玩到你中國同香港正為止，就唔會有第二條路㗎。呢個就因為其實你睇到阿 Mike Johnson 俾咩姿態嘅，呢啲係驚死你唔明啊！你會驚死你唔明啊！驚死你英國人唔明啊！唔使喂大佬，你香港啲 media 唔講唔緊要啊，係唔先中文 media？我哋呢啲真係點話？但係問題英國人會睇噶嘛？英國人會睇呢啲噶嘛？英國人會讀空氣噶嘛？依家美國人就俾啲空氣你讀咯。你知英國人幾中意讀空氣㗎？全世界最中意讀空氣嘅民族，一個英國，一個叫日本，係咪先？跟住全世界最中意讀空氣嘅城市，一個叫京都，一個叫倫敦，係咪先？最中意讀空氣嘅呢個唔知點解啲古首都好中意讀空氣嘅真係。一係就中意讀空氣，一係就交到冇朋友。係咪先？跟住歐陸嗰幾個咩嗰幾個首都都係點啊？巴黎嘅柏林、維也納都全部都交去澎湃嘅真係。一係就充交嘅，一係就充滿空氣。是但一種都唔知咩世界。但係 anyway，你黎智英呢單嘢未完嘅個決戰，依家先係序幕。我依家就睇你習近平點樣做決定，但係我就覺得習近平唔會做到一啲咩聰明決定。讀書有限都唔緊要，智商有限、智慧有限就學人點啊？學人做國家領導人嘅嘢真係大件事，真係大件事。你仲有大頭症嘅呢條，我都唔識形容嘅，只有個世界。但係黎智英呢單嘢就因為美國玩到咁啊，自己我覺得各位自己睇好啦。咁好啊！呢一節就講到呢度啦。咁啊，歡迎各位請我飲咖啡，OK？ 或者即係用 QR code 或者用銀行戶口，OK？ 用英國銀行戶口或者歐盟嘅都得。
係啦，咁啊就下一節我會講澤連斯基3戰論嘅，嗰個係我好想講，我亦覺得值得講。跟住先至講AI related 嘅嘢，你諗下咁多 topic，你根本講唔晒。點講得晒啲 topic 啫？真係我其實你依家咁嘅時勢，我都唔知點樣講得晒啲 topic。我講真，我真係覺得有啲難度。就係一日三節邊個講？咁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稍後等間再見。